我就每天看他的那个又白又漂亮的小腿。差不多快50年以前，我就从这里毕业。全班、全校只有一个班最高在4楼，其他都3楼。为什么在4楼？因为那是一个放牛班，我就是那个放牛班，3年2班毕业。然后国2是全校最好的一班，结果男女合班，唯一的男女合班。好死不死，我前面正好坐一个女孩子，我就每天看她的那个又白又漂亮的小腿，看完以后成绩就一落千丈，从全校最好一班国2调到国3的放牛班。所以今天到海山国中校门口参加我们柯志恩跟林国春的造势，我真的心里面非常激动。没想到将近50年之后，我又来到了母校。我是中价中控低一点。谢谢，我是综合子弟综合土生土长，所以今天来到家乡，第一次站到宣传车上，看到我们中和很多乡亲发自内心的喜悦，也很荣幸跟我们中和地方人参选人邱风尧一起来扫街，算是第一次，扫街的感觉非常的开心。那你什么时候会穿防弹背心？我不会穿，我对治安有信心。我也认为台湾的民主已经完全成熟，所以我个人不会穿，我宁愿戴假发，我也不穿防弹背心。1月目前还没有，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。是啊，还会有之后扫街行程吗？应该不太会扫街了，因为时间离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。那到中和扫街意义不一样。我是中和土生土长，所以在这里人亲土也亲，所以来到这里扫街是特别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市长，咱们说国内不干扰。谢谢。我想2015年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记错，2015年蔡英文总统说过，他不认为人要为自己的认同而道歉。这句话表述的是高度充分的尊重别人自由。那林静怡他接受德国之声这种访问，显得既幼稚又不了解国际跟人的状态。我觉得最重要对台湾言论自由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像这样的一个思维，林静怡身为民进党国际部主任，对国际情势跟两岸关系这么的无知，完全代表民进党对国际事务上是充满了高度不确定性跟危险，而且强烈的打压国内言论自由的市场。所以我觉得他的辞职只是刚刚好而已。重点，他辞职之后，民进党要怎么样面对言论自由、国际关系、两岸关系之间这些重大的事项和重大的变化？我为民进党呢，国际事务真的面。